好，来继续来看南投草屯发生惊险的车祸。一个男子塞轮椅要过大路，突然间一台货车直直驶过来，甲撞落。结果坐轮椅的老先生害飞出去，摔伫个涂骹。加在送病院了后，无真要紧。老先生的孙仔讲，当天是长照人员要送阿公出去散步，加在毋是正面弄着。货车司机讲，当天是因为日头真赤目，看袂清楚。 才会去弄到。一个查某人塞轮椅，伫路口确定拢无车，就准备要过车路。想袂到后一秒，一台蓝色货车准备要倒弯，无留行前，查某人紧将轮椅洗头，毋过也是袂护险，直接碰撞到。坐伫轮椅顶悬的乌吉桑，规个人劈伫涂骹。 哇！机车救护车紧将乌吉桑送病院，车祸就发生伫南投草屯早一个下晡4点多。当时是长照人员送83岁乌吉桑要去散步，想袂到去互货车弄到。那时候有看到他有及时把我阿公那个转过来，如果正面撞到我阿公的话，可能阿公就不是现在的，因为他受伤而已啊。袂少网友讲。 货车驾驶敢是个要牵拖是视线的问题。乌吉桑的孙仔也转述货车驾驶的讲法，听讲是日头光直接照落来，伊才会无看到乌吉桑。针对肇事者违反交通法规行为，自单举发。刚在迄同时，长照人员有紧将轮椅洗头，乌吉桑才无互正面弄到。家属也将会和肇事的驾驶协商，调查赔偿的责任。 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